来这件意外嘛是发生伫咧高雄，一台轿车失控，刚弄入去一间五金行的顶仔卡，刚弄到停伫咧顶仔卡的24台的机车。警方赶到位，伫咧车顶查到毒品，安非他命。原来这可是假毒赛车，马上用现行犯甲逮捕。啊，讲弄劫的当下，五金行还阁咧营业，有袂少人客出入，加在无弄着人。 小客车向失控，冲对电话卡甲停车架，24台奥多麦被诉像有保龄球的球杆啊共款，倒规排，驾驶一直拢唔落车，一直到警方到现场，伊才乖乖配合，看起来真可疑。伫驾驶座红掠着有安非他命，驾驶真心虚，唔敢回答。等啊你呢？来，你过。驾驶验出着阳性的毒品反应。 假毒赛车连续弄24台车，红衣角现行犯逮捕，就往我们骑楼这边这样撞过来，然后我一出来看，就是整排机车都倒，他当下是朦朦胧胧的，然后他是跟警察说他睡着了。昨日早起2点多，43岁的驾驶假毒赛车经过高雄前进区中正4路，冲撞连续5金行，造成24台奥多麦加商场的水柜毁损。 当时店家个咧做生意，加在无共弄着。是感觉厅内底要互弄着的机会较少啊，伊嘛是搁弄着。较侪人着，我感觉嘛是解困难啊。意思就是讲，因真无遐侪钱啊。爱买啊，讲到尾讲要调解。轰弄的机车回车头拢歹了了，车主大部分拢是附近的住户，小刷将奥多麦牵去修理，费用估计上万。处理过程中发现赖贤神色异常，精神萎靡。 于驾驶座香烟盒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1包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。违反持有毒品，搁假毒赛车，连续弄歹24台奥多麦，后续也被依照道高条例红处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